主禱文二，馬太福音6章9節下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。主禱文之中嘅第一個祈願，實在係對我哋呢一個褻瀆嘅世代嚴厲嘅譴責。從前嘅人對一切可敬嘅名號都係盡可能去避諱謹守嘅，但係現在我哋卻時常都喺笑謔之中去褻瀆任何嘅名號，唔理嗰個係長輩嘅稱謂或者係其他尊貴嘅頭銜，我哋都不假思索咁去任意妄用，尤其是係對神嘅聖名，更加係侮慢不堪啦。咁樣正係表示我哋呢個世代係一個墮落嘅世代。其實一般人都以為名字不過係一種代稱而已，咁並唔重要嘅。呢句説話其實亦都好有道理。名字根本係唔關重要，但係耶穌所着重嘅卻係我哋嘅態度，而唔係外表嘅儀式。我哋褻慢嘅言語不過係狂妄態度嘅一種表示。神喺一般人嘅心中，唔單止係舌頭上，已經失去咗佢應得嘅尊嚴啦。所以我哋人生嘅反應，亦都就係一幅驕傲狂妄嘅畫。宗教嘅精神在於承認至上全能主宰嘅主權。如果呢份虔誠失去啦，宗教就只係剩低一啲死嘅軀殼。一隻蜘蛛喺屋角嗰度織咗一個網，用一條絲將佢掛咗喺屋檐下。後來就養咗一群小蜘蛛。有一日，呢一群小蜘蛛去到網上邊嗰度玩啦，見到有一條絲由上面掛咗落嚟，唔知道佢係有乜嘢用處嘅，所以好隨便咁就將佢咬斷咗。點知呢條絲一斷，整個蜘蛛網都崩潰啦，佢哋嘅巢亦都毀壞。我哋現在亦都好似呢啲無知嘅小蜘蛛一樣，以為將宗教嘅敬虔除去咗，我哋嘅文化仲可以保留得住。近代歷史嘅蛻變就話俾我哋知道，呢個係嚴重嘅錯誤。願你的名被尊為聖，其實就係最基本嘅祈求，亦都係我哋每個人都應該培養嘅態度。主啊，求你賜俾我虔誠敬畏嘅心，令我能夠感到你嘅威嚴同埋偉大，不單止係面臨高山大海、千丈嘅飛瀑、廣漠嘅森林嘅時候，而且係喺日常每一個動作言語之中，令我能夠覺得神聖嘅主就喺我嘅身旁。阿門。